连线呢是喺台南台南透天區淹水之前也過陽村，前個位水位還是到1層樓安高，好哋更加水路退下的，那會睇馬頭鎮公米里下治療天區有50人戶喺客家鄉親咯，因為更加呢利用水已經退下喺邊數路卡，詳細嘅情形，我哋連線本記者齊飛哩。主播記者一下啲台南縣馬頭鎮公米里客治療一大筆嘅，但是鄉親係相中相宜韓國雙橋，也就講8公年前老主公來到亞比係講客話嘅，唔過都見佢本人同話嘅，故所也就但是係講可路話，唔過啲也就成行係看得出東山忙，對見本人早晨水挑剔高嘅，也就一切啲變數都是都見，雖然油團好用，唔過啥冇水好用，也就係知道動辛苦，先來看之前採訪報道，火鳳凰面前的梧桐表面內啲霧都變出來嘅東西，一條但是佢本水浸過，冇辦法用愛疊出嚟。早晨水漲推下踢，動機今年就測曬8天時來變數，唔過都冇水好用，故所行自家想辦法去種水，本家就知道動辛苦。這邊較深啊，這較低啊，迄有些順利啊嘛。今晚要安清理？就你啥啊，攏明一啦，攏愛處理，攏愛處理掉啊。水一定愛生活來的啦，無水無來要啦，迄個。呢度嘅居民反映講，特別水庫泄洪嘅時節，就會飲水，也擺含貼片洋蔥，家家戶戶就受到影響。前年大概淹到這麼高，然後今年的話都淹到這麼高，泄洪，然後又碰到漲潮，這兩個因素如果加在一起的話，大概風雨必淹，都是這樣。用退水啊，我5步落500幾號，差不多淹差不多差不多剩20多號淹呢，所以全部攏淹水啊，落差咪都啲，看定櫃台嘅東西，居民吃到都無奈何。講至少我1禮拜漳州地變強來，唔過看到天時風有1多年嘅屋嘅半太水打走，甚至係有人唔見睇咧，老亞比起來就吃到自家一好菜。下個新聞彭金樂、吳雄平、齊飛林綜合報道。因為公米里客治療一大筆係算提示較高嘅蔬菜，故所啲根本早晨水處推起嚟推到一格，唔過像有掉較大農天氣嘅蔬菜，像馬頭鎮嘅太比西比天氣，都見飲水含氣營養充，水推到較慢掉位，故所提醒鄉親朋友，聽從唔好去飲水嘅蔬菜，近期嘅大筆行啲歐洲水低度，按樣就唔會觸到皮膚病。以上就係現場嘅情形，稍等將鏡頭版本彭女主播。